即摆即个对落海的桥面，甲水道塌起来，渔船要进出是大问题。讲即个国军会先用爆破的方式，甲即个水道清出来，先互渔船会当出海来作业，嘛互调查小组会当入去收集到证据。桥断去啊！这港口的水道嘛，过拢塌掉咧，渔船无法度出入。对高空翕的画面，会当清楚看到，这桥面规段拢浸伫水内，范围真宽，嘛无法度用单纯吊挂搬运的方式来清理。即马呢，要安怎？掉落水下的这个桥面一些栏杆还有障碍物进行清理，以便我们的渔船能够这个出港。目前国军可能会先采用逼迫的方式，甲浸伫水内面积比较较大地这桥面，先甲伊爆炸做细地了后咧，再个用吊挂等等的方式，把这破碎桥面搬运开，然后清出水道，有计清出10公尺宽左右的水道，互渔船会当顺利出入，也阁有调查小组嘛会当顺利的搜证。嘛因为这桥断去范围比较较大，目前也阁有失去联络的民众。国军嘛派出23名水的作业队员，也阁有4部这测挂机，可能会用挂船体方式来进行救援工作。